教育部的台湾海洋教育中心对2016年开始举办海洋史创作甄选的活动，以文学角度推广海洋教育。今年已经是第3届了。今仔日举办颁奖典礼，这得奖的作品内面呢，有人是使用台文写台语诗，透过台语的声调，带读者行入到海洋的世界，思考着海洋碰到什么款的问题。100年来，年年的江边的马祖间的乌鱼公签，啵啵啵啵。指示发动，啵啵啵啵，铁船冲出海。这首号做信用的台语诗，用台语的声调，描写高雄家庭渔民掠乌鱼，渔船严禁发动的声音。也若像当地庙市，逐年求乌鱼公签的时，签刻着签筒的声音。其实这首诗的创作者是要透过乌鱼这个例，思考使用海洋资源的问题。马祖就指示讲，咱什么时阵爱出去掠，爱往倒一个方向出去，才会掠到鱼。啊，毋过这几年因为中国的南部的状况，所以造成讲以后来讲，咱即摆乌鱼的产量愈来愈少。透过诗思考海洋的问题，这首诗得到第3届海洋诗创作甄选的优等奖。这个奖是由教育部下骹的台湾海洋教育中心执行。今年以影响海洋做主题，为各小组到教师组，计共有66首诗得奖。对海洋的许多的情感的发抒，怎么样转化为一种行动的力量，让我们所有的每一位国民能够更喜欢大海。海洋文学必然是台湾社会跟海洋中间一道感性而美丽的桥梁。如果我们能够创作更多的海洋文学作品，台湾社会会走过这一些海洋文学作品的桥梁，看见我们的海。教育部表示，海洋教育为2008年开始，就加做课纲内面重要的议题，鼓励学校融入海洋教学。教育部会继续推动多元的海洋教育活动。海洋教育中心表示，这摆得奖的66首诗，每首会安排展览伫台湾各地，各有离岛展示，让民众透过文学熟悉海洋。记者郭伟林、玉凯台北报道。